大家好，我哋係今日嘅小思儀，我係4、2班嘅趙善柔，我係4、2班嘅呂善儀。今日係我哋4、2班安多小舞台嘅大日子，同學仔都覺得好興奮。我哋班準備咗豐富嘅表演俾大家。我哋班嘅同學多才多藝，動靜皆宜㗎。等我嚟預告一下今日嘅表演啦。首先會有樂器演奏，之後就有花式跳繩，跟住有同學合唱，同埋我最期待嘅全班大合唱。啲節目好吸引啊！我好想快啲睇啊！事不宜遲，我哋首先邀請溫希晴同學為我哋表演古箏，表演嘅曲目係《小星星》。頭先希晴表演嘅《小星星》真係好好聽啊！係啊，估唔到用古箏演奏《小星星》係咁特別㗎。聽講佢花咗好多時間練習㗎。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，呢句説話一啲都冇錯。跟住落嚟嘅表演，呢幾個同學都一樣下咗唔少苦功㗎。而家有請陳俊康、曹日、李雲志表演鋼片琴，佢哋要演奏嘅曲目係《致愛麗絲》。